我们来聊聊《古兰经》里一个关于科学和信仰还挺让人意外的秘密。事情得从《古兰经》的章节名说起。你看，这里面有点奇怪，你会发现有雷电、蜘蛛，但找不到信仰、伊斯兰这些词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要想明白，我们得先看看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。简单说就是，你知道的越多，神话的色彩就越淡，科学慢慢取代了迷信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观点认为，《古兰经》其实鼓励我们完成这个转变。它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框架，基本上就是两条路。一条路是研究能看到、能验证的物质世界，另一条路则是关于我们感官之外的领域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分得这么清楚，为什么后来宗教和科学还会有那么多冲突呢？这里的说法是，有人给这个系统强行安了个假肢，也就是在信仰和科学之外加入了人的猜想和传统，结果整个系统就失衡了。这种失衡直接导致了一场大颠倒。简单说，就是人们开始把科学问题当成信仰问题，反过来又想用知识去证明信仰。这个颠倒的后果很严重，直接阻碍了知识的进步。好了，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再回过头看最初的那个谜题。古兰经的经文就像一根指向自然的手指，重点可不是手指本身。所以他对自然的强调，其实是在说，去吧，去阅读整个宇宙。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去研究的书，宇宙、地球，还有所有的生命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信仰不怕知识，反而因为知识而变得完整。这就留下一个问题，如果经文只是个路标，那我们是不是把它错当成终点了呀？